嗱，而家呢隻就係野生紫芽茶，非常稀有嘅品種。今年終於滿足咗茶友們嘅願望嗱。咁跟住佢哋一樣都會包2層嚇。其實唔止2層啊，個茶餅咧，茶餅已經係有2層紙噶啦。跟住咧，紮多一個桶。紙袋，即係紙袋咧，今日多一層保護咯，乾淨啲，紅塵紅濕，跟住一陣間就紮翻桶作業，哇咁加加埋埋4-5層嘅保護啦。喺香港咁樣嘅地方，正常都唔會有問題啦，就咁解。呢個就係茶餅嘅包裝車間。因為呢啲牛皮紙袋幾好嘅，即係對紅濕紅塵都有一個非常好嘅保護作用嚟。板古樹茶，玩中落河。